走进占地7000多平方公尺的传统客家三合院，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，仿佛走入时光隧道。这个斗气墙因为现在看到的留屋老伙房三合院，其实是重新整建过的。因为10年前的921大震，100年历史的老房子也倒塌。这是地震之前的88年921地震之前的土牛客家文化馆的原貌，是刘家祖先的主厅。那因为921的时候太严重了，所以它垮掉。我们刘乡长呢，为了推行大埔客家文化，所以呢就用客委会的钱，还有他们自己募捐的钱，像这个公厅就是刘家自己募捐的，把它盖起来。后代子孙为了保存发扬石冈客家文化，向乡公所和中央筹措经费，斥资4900万元，在原地重建了客家三合院，恢复以往的风貌。客家人有一个叫做主在厅，神在庙，也就是客家人的那个三合院那个公厅里面是没有神明的，只有祖先牌位。公厅下面，客家人呢是土地龙神，那闽南人是虎爷，不同。那第三个就是门，你看客家人的门是客家蓝，那闽南人不一定。代表地方人文、象征客家特色的土牛客家文化馆，有着别处没有的精神价值。它是一个有故事，也正在写故事的博物馆。小小的文化馆有45名志工，每天轮流当导览，介绍客家族群的真善美。浏览完石冈乡的土牛文化馆，到附近的石水科休闲农场绕一绕，散步在没有桥墩支撑的情人木桥上，远眺河岸景观，再到当地的餐厅品尝农夫栽种的鲜菇火锅，悠闲度过一整个下午。这边骑脚踏车、骑马看一些小动物，都生态非常丰富。这是来语原生种的迷你猪，有着丰富生态的休闲农场，小朋友能近距离和动物接触。可爱的小白兔，爱吃红萝卜的山羊，甚至还能采蜜。我们来找一下我们最漂亮的女王蜂。孕育着不同文化的石冈乡，丰沛资源，伴着客家人文风情，带领游客探索这里的美丽。重建后的三合院展现客家伙房的100年历史，45名志工的文化馆诉说客家风情的悠远深邃。走进石冈，领略